好啦，去到第二章就出現第一個嘅警告啊。希伯來書裏邊有5個警告啊，呢5個警告都係針對佢哋嗰個嘅想要背道啊，想要離開啊，因為受逼迫受痛苦啦，就好難受啦，好想咧得到解脫嘅情況。2章第1節至到第4節，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免得或者恐怕呢度恐怕即係話免得啦，免得我哋咧係隨流係失去。那藉着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係主親自講嘅，後來就聽見嘅人給我們證實了。嗱，呢句話係表示到個讀者同主耶穌嘅關係，又同呢個寫信嘅人嘅關係。第3節佢話呢個救恩嘅信息啦，或者呢個福音咧，係主耶穌自己親自講嘅，係咪？耶穌出嚟就係傳天國嘅福音啊嘛。咁後來咧就係聽見嘅人，即係聽見耶穌，即係親眼親耳聽過耶穌講嘅，即係喺耶穌在世上嘅時候，曾經同耶穌有過接觸嘅，直接係聽過耶穌講道嘅，直接係聽過福音嘅人。咁佢哋咧就給我們證實。咁呢個我們咧就係個作者同埋讀者啦。咁佢係咪第一手資料咧？即係佢係咪第一手聽到耶穌嘅福音啊？唔係咯，佢哋係第二手噶咯。咁所以咧呢度就睇到呢班讀者咧，佢係比較後期噶啦，係間接。正如今日我哋去傳福音，話俾人聽耶穌嘅事蹟，我哋自己都冇親眼見過啫，係咪啊？都係人哋講俾我聽噶嘛。我又講俾人聽啊嘛，咁嗰個聽到又信咗，佢又再講俾人聽嘛，咁所以2000年嚟就係咁不斷咁樣講啦，不斷咁樣傳講。所以呢度就講到起初係主親自講，後來聽見嘅人給我們證實。咁起碼喺呢卷書嘅本身咧，就知道咧受眾呢個接受呢封信嘅人，同埋係講解呢啲事幹嘅人咧，都唔係第一身親自聽到耶穌所講嘅道。都係間接地由其他嘅使徒又好，其他嘅信徒又好，講俾佢哋聽嘅。咁雖然係咁係咪間接又間接又間接咁樣傳，就等於唔真實咧？就等於唔正確咧？咁呢個作者話唔係，我哋要越發鄭重所聽見嘅道理。譬如我哋今日去傳福音，咁啲人都會話：你有冇見過耶穌啊？咁佢都會咁樣 challenge 你噶。咁你所講嘅嘢有咩證據啊？呢本書嘅作者就話，即使係咁樣經過嘅傳遞，但係呢啲嘅傳遞嘅源頭最早嘅源頭都係主自己親自講嘅，所以佢會追溯翻個源頭好重要。最早嘅源頭主耶穌自己講，然後跟住就使徒嘅道統啦。所以個使徒點解咁重要咧？就係使徒係親自同主耶穌活過呢段日子嘅，親耳聽過佢嘅講道，親眼見過佢行嘅神蹟嘅，所有佢都係一個親身嘅經歷，咁佢就傳落嚟，所以嗰個道統好重要。故此你亦都睇到保羅嘅書信裏面好着重，佢話喺加拉太書，佢話我得到嘅啟示咧，我係直接從主耶穌嚟嘅。我冇同其他人商量，咁所以嗰個使徒嗰個嘅道統嗰個嘅正確嘅信仰係要持守，要傳遞。好啦，藉着天使傳嘅話，既然係確定，即係話咧，猶太人係好相信天使傳嘅道，傳俾佢哋嘅律法啦，傳的話，既然係確定或者係已經有效，即係你哋都咁信天使傳嘅嘢，咁何況主自己親自講嘅嘢，你都唔信呢？其他嘅使徒傳嘅嘢，你又唔信呢？咁故此咧，呢度係建立咗一個嘅爭論嘅權威，即係話你一定要相信。既然你都相信天使咁有權威，點解主耶穌同埋佢嘅使徒所講嘅嘢你唔相信呢？仲有咧，第4節，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
並聖靈的恩賜向他們作見證。你睇唔睇到呢度有三一神嘅影子啊？有冇啊？有主啦，係嘛？有咩啊？有聖靈啦，有神啦，係咪啊？所以主即係講耶穌，神係講父，又有聖靈，所以三一神喺呢度。所以嗰個見證就係好嚴重啦，係好真實，係可信啦，明白嗎？讓我哋所講嘅將來呢個世界，神係冇交俾天使管嘅，但有人呢喺經上某一個地方講，人算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呢個係喺邊度噶？詩篇第8篇啦，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話你叫他比天使係微小一點，或作咧小字嗰度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意思就係話講耶穌咧，佢自己亦都係成為肉身，佢本來係比天使高得好多啦，佢係耶穌係神啦。不過當佢降世為人嘅時候咧，咁佢就個地位身份咧就暫時比天使微小啦。咁所以嗰個小字嘅注咧，暫時咧係日後加上去，即係話驚啲人唔明白點解你話耶穌係比天使少。佢唔係比天使，不過暫時啫，喺佢肉身呢段時間啫。第8節叫萬物都服在他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冇一樣咧係不服他嘅。只是到如今我哋還不見萬物都服他。本來耶穌創造萬有呢個世界藉着他做，咁應該所有嘅嘢都服喺佢嘅權柄底下啦。佢用佢嘅權能托住萬有啊嘛。但係作者就話而家有啲嘢未曾完全服佢。有乜嘢係未服佢噶？神係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人，呢個自然界都在神嘅操縱底下、掌管底下。日月星辰運行，四季運行，呢啲樣樣都服喺神嘅權柄底下。唯有呢個人唯有呢個人嘅罪咧，呢個罪人咧，神嘅權柄我哋話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當呢個禱告咁樣講嘅時候，就表示神嘅旨意未曾能夠喺呢個地上如常嘅運行，神嘅旨意唔能夠喺呢個地上能夠實現，原因就係呢個世界嘅人仲有係悖逆對上帝嘅悖逆，唔肯接受神嘅管治，所以仲係唔係萬物都服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所以嗰個對呢一班受眾嚟到講，就如果你哋唔接受耶穌基督就係神所安排計劃當中嘅拯救者咧，咁你都未曾係服喺神嗰個權柄底下因為呢個由1節一路講落嚟嘅就係你哋都冇接受呢啲嘅見證第11節，因那使人成聖嘅同那些得以成聖嘅都係出於一。呢個所謂出於一咧，呢個一係咩？就係同一個嘅源頭咁解。使到人成聖嘅係邊個使人成聖啊？那使人成聖的嗰個那係邊個？係耶穌基督使我哋成聖啊嘛，係咪啊？耶穌基督嘅寶血洗淨我哋嘅罪啊嘛。同埋嗰啲得以成聖嘅，邊啲係得以成聖啊？就係我哋咯。咁即係話咧，主耶穌同埋我哋咧，都係出於一嘅，出於同一個嘅源頭都係屬於神嘅咁解啦。耶穌係長子啊嘛，我哋就係佢嘅眾子啊嘛，係神嘅眾子啊嘛。咁所以嗰個源頭喺邊度咧？源頭咪就神咯。咁所以我讀聖經係要咁樣去理解佢嘅噃。即係佢要前後你要反覆咁樣讀咧，你先讀得到嗰個嘅意思出嚟咯。好啦。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呢個他係邊個？耶穌咯。他們係邊個咧？就係我哋咯。耶穌稱我哋為弟兄，也不以為恥。你明唔明呢句說話？耶穌稱我哋為弟兄係不以為恥啊！明唔明呢句說話？佢因為我哋已經係成聖啦。一方面係我哋成聖啦，但係點解會不以為恥啊？因為佢嘅即係覺得我哋講出一與一咁樣。
罪人，仲未諗到罪人，我哋嘅受造之物，吓，但佢仍然以我哋係啦，即係我哋點配係做佢嘅兄弟啫，係嘛？我唔認你係我嘅兄弟啊，你咁衰，但係耶穌認我哋係兄弟喎，就咁咯。啊，耶穌稱我們為兄弟，不以為恥啊！啊，甚至到神稱我哋為佢嘅兒女，都不以為恥啊！後邊有嘅，啊，到後面睇落去。如果你有啲仔女啊，你可能生咗10幾20個，咁可能有一啲咧，你就帶到佢見啲朋友嘅時候，喂，呢個係我個仔嚟噶，佢係做醫生噶，哇，佢又攞到幾多個學位啊！咁點知呢幾10個仔裏邊，其中有一個咧就又唔好出色，又乜嘢都，唉，好老到。咁你帶到佢嘅時候，你會唔會介紹你個仔啊？都有啲唔係幾光彩啫，係嘛？即係最好都唔好認啦，你行遠啲。嗱，一個咁樣嘅觀念裏邊咧，就睇到耶穌認我哋係兄弟，不以為恥。咁即係話咧，如果耶穌喺度行緊路，你又同耶穌喺度行緊，親唔親啊？啊，耶穌話你行開啲啊，行遠啲啊，抑或係你一齊行啊，一齊行。好似世運會咧，咪有一個跑緊喺個賽道度跑下就跌傷咗嘅，啊，跑唔喐嘅。有冇嗰幅圖畫？收尾佢個老豆走咗出去扶住佢，一路咁樣趌下趌下趌到去終點。有冇記唔記得呢個圖畫？冇咗印象，好深呢個印象。啊，佢不以呢個兒子為恥，佢雖然跌咗。但係呢個阿爸走出去扶住佢，行到終點。耶穌基督以我哋為兄弟，不以為恥。12節，我要將你啲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呢個會中咧就喺集會喺眾人當中咧，我要頌揚你，頌揚神嘅名啊。又說我要倚靠他。呢個我咧係講耶穌自己要倚靠父神。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神所給我的兒女，唔係我的兒女，而係神所給我的神的兒女孩子。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並且不救拔天使。神嘅救恩唔係為天使，天使墮落咗成為魔鬼，神冇為佢哋預備救恩唯有呢係救拔亞伯拉罕嘅後裔亞當嘅後裔係人。所以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嘅大祭司，為百姓嘅罪獻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試探受苦呢，就能夠搭救嗰啲被試探嘅人。耶穌被試探40晝夜喺曠野被魔鬼試探，甚至到喺客西馬尼園亦都被魔鬼試探。受咩試探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呢個苦杯離開我。咪受緊試探，面對十字架佢唔想上去但係佢受試探而受苦，佢經歷呢一個嘅試探得勝，所以佢能夠搭救嗰啲被試探嘅人啦。有冇問題啊？第3章，同蒙天召嘅聖潔弟兄，你們應當思想我哋所認為使者係為大祭司嘅耶穌。呢度咧就係講到摩西啦。咁請大家讀1節至到第6節啦。嗱，呢段經文用咗好幾個詞語係重複嘅，你有冇睇到係重複啲乜嘢詞語啊？房屋建造冇乜重複喎，重複咗2個啦，係仲有盡忠，仲有最重要個字家，神的家佢係講到摩西係好盡忠，喺呢個家嗰度盡忠
建造房屋比房屋係更尊榮。邊個去建造呢個房屋咧？呢個家係乜嘢嚟嘅咧？當然喺舊約嚟到講咧，就冇教會呢個字嘅。不過咧，呢個房屋都係用呢，同埋呢個家咧，都比喻神嘅子民，因為呢個房屋就係俾人住嘅地方啦。家亦都係俾人住嘅地方啦。邊個住喺裏邊咧？呢度就係講到神嘅兒女係住喺裏邊啊嘛，呢個係神的家啦嘛。所以喺提摩太前書3章15節咧，提摩太前書3章15節，我哋一齊讀啊。倘若我耽延日久，係啦，保羅就講到呢個神嘅家就係教會啦，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教會係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係話教會有個責任咧，係要持守真理，去堅守真理。咁摩西嘅盡忠咧，就係因為佢去堅守呢個律法，去傳遞律法，去教導律法，讓以色列民呢能夠守住律法。上帝召摩西上西奈山，就係將誡命律例典章講俾佢聽，然後佢落去咧，下山之後佢就一路去教導百姓。咁同樣咧，摩西係咁樣盡忠嘅話咧，耶穌基督佢同樣係從天上嚟，將神嘅救恩真理去傳講。摩西如何盡忠，耶穌亦都盡忠，傳遞清楚。咁我哋今日係咪盡忠咧？係咪喺呢個家裏邊去盡忠咧？去持守呢個真理咧？咁所以呢段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意思啦。就跟住咧就有第二個警告吓，第一個警告就係叫佢哋咧唔好輕忽咧呢個福音嘅道。然後呢度咧就講到佢哋要聽話，7節至到第19節嘅。或者我哋先讀一段先吓，第7節到第11節我哋一齊讀。聖靈有話說，聖靈有話說。咁聖靈有冇講咧？呢度其實喺希伯來書咧用咗唔同嘅三一神嘅稱號咧嚟到形容聖經嘅話嘅。呢度就係講到聖靈嘅話，意思就係聖靈係感動咗人去講出佢嘅話。聖靈係感動咗摩西，感動咗眾先知，係咪多次多方曉諭組啊？藉著眾先知，所以嗰個都可以被稱為係聖靈有話說嘅。就唔係聖靈直接講說話，聖靈係可能係透過先知講說話，透過摩西列祖將神嘅話。佢話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着心。呢個今日當然係指當時喺曠野呢一班嘅以色列民，因為佢哋惹神發怒聖經話佢哋有10次試探神啊嘛，惹神發怒。咁佢經過呢40年。咁嗰一個世代出埃及嗰一個世代嘅人就死晒喺曠野啦，係咪？只係喺曠野出世嗰一代咧，先至能夠入到迦南地，甚至到摩西自己都入唔到迦南所以咧10節就話我厭煩嗰個世代嘅人佢哋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你哋睇過我嘅工作，睇到咁多神蹟奇事，你都唔明咁神都好猛神都好厭煩即係講極你都唔明咁就話我就在怒中起誓神都發嬲啦，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呢個進入我的安息係咩意思迦南地啦，係咪嗰個世代嘅人不能進入迦南地。我的安息意思就係我所俾你哋嘅安息，我賜予俾你哋，應許俾你哋嘅呢個流奶與蜜之地呢個應許之地呢，既然你哋咁樣呢，你哋唔入得去啦所以你哋係不可以進入到我俾你哋嘅安息，我應許俾你哋嗰個安息，意思就係迦南地啦，你哋入唔到去啦。之後呢，我哋再讀埋落去啦，12節讀到第19節啦。呢度呢。有幾個詞語咧，又係要留意啦。今日呢個詞語，喺第7節咧就講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嗰個今日咧係邊個時間啊？係曠野嗰個時間，係摩西帶以色列人喺曠野嗰段時間。第13節呢個今日係咩時間啊？讀者收到信嘅時間啦，或者作者寫信嘅時間咧，或者簡單講就喺第1世紀嘅時間啦。即係如果你話嗰本書咧係公元後70年之前，大概係65至70年嗰段時間嗰個今日啦。15節嗰度又有一個今日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咁仍然係同13節嗰個今日一樣。咁呢度睇到有啲咩唔同啊？第7節嗰個今日同埋13、15節所講嘅今日，作者想將兩件事擺出嚟嘅時候，或者係呢兩段嘅話，佢想要表達啲乜嘢？之前、主來之後，嗰個係歷史啦，歷史前後啦。作者話當時摩西嘅時候同佢哋講，今日你就要聽話啦。結果你哋唔聽話啦，係咪啊？就死晒曠野咯。咁然後作者咧喺呢嗰個時代咧，就同呢班讀者講，今日嗰個今日咧就係表示有機會咯，係嘛？永遠有今日啊嘛，如果冇今日你就冇噶啦。所以就係話咧，神仲俾你機會啊，今日你就要聽他的話啦。當時嘅人嗰個今日咧，佢哋冇聽啊嘛，所以佢咪話佢哋死晒曠野咯。咁如果你哋今日都唔聽咧，你都會死晒噶啦。咁即係話咧，有冇機會啊？有機會啦嘛。所以呢個今日咧就係仲有機會噶，明白？仍然有機會，神仍然俾機會你。所以對一班喺邊緣中嘅猶太人基督徒你時時諗翻呢個主題，呢個課題就係話呢卷書寫俾呢個受眾，佢哋係好想翻轉頭啊嘛，佢哋好想留翻喺猶太教，唔好搞咁多事啦，做乜要信耶穌啫？我而家咪幾好嘅咁。咁個作者話仲有機會啊，你好想退後咩？唔好啦，你當日嗰啲嘅你哋嘅先祖就係因為唔聽話，所以死晒嘅咋，入唔到迦南啊！今日你仲有機會啊！唔好學佢哋啦，係咁啊！我哋教仔女都係咁教啊嘛，我哋教彼此勸勉都係咁樣彼此勸勉啦，係咪？咁所以咧16節一路到19節就話嗰陣時聽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咧？聽見神嘅說話，但係反而係激嬲咗神所以除咗個今日呢個詞語需要俾我哋去反覆思想咧，另外就係嗰個話啦，聽他的話又係重複啦。第7節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然後15節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16節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所以佢哋唔能夠進入神俾佢哋嘅安息，就係指迦南地。哥林多前書第10章咧就有講到呢個咁樣嘅情況啦。我哋見去哥林多前書第10章，揾到咧，我哋一齊讀下。林前10章第1節，我哋讀到第12節啦。弟兄們，好就到呢度。咁所以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0章咧，都係講翻曠野呢段嘅事蹟成為我哋嘅鑒戒，亦都係echo 翻咧希伯來書作者用翻嗰段事蹟嚟到提醒警戒咧係信徒嘅。然後咧就講到呢個安息嘅福音啦4章第1節至到第13節。OK 我哋一齊再讀一次4章第1節啦第1節一路讀到第7節啦，第1到第7。呢度又再出現今日呢個字啦第7節，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即係話仲有機會噶，你今日如果聽咧，你都得噶唔好硬心啦。咁咧呢度繼續係講緊嗰個安息呢個主題上一個講嘅安息係指進迦南嗰個安息咁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喺曠野咧佢哋就因為不信，所以就死晒喺曠野，進唔到迦南啦。然後咧佢呢度就講到福音
4章2節，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嗱，咁呢個冇問題吓。呢個作者寫俾當時嘅受眾嗰個福音，因為係第1世紀啦嘛，耶穌基督已經嚟咗啦嘛。佢被釘十字架，受死復活啦。咁呢個就係福音嘅內容啦。咁所以佢話有福音係傳給我們啊。咁呢個係冇問題嘅噃。如果我哋今日用喺我哋嘅身上都一樣啱嘅，因為有福音係傳咗俾我哋啊嘛。但係像傳給他們一樣咧，咁就有問題咯。他們係邊啲人啊？就係嗰班死喺曠野嗰班人，係喺摩西時代嘅人。咁呢個作者話嗱，有福音傳俾我哋，像傳給他們一樣啊。如果呢個係第1世紀時候所講咧，講翻到摩西嘅時代，應該公元前1400年已經有福音傳給他們，傳俾我哋嘅同傳俾佢哋嘅都係一樣，有冇問題啊？咁咪有問題咯，係咪啊？OK，咁個問題喺邊度咧？第6節仲有講過，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嗰個先前聽見福音的，仍然係講翻摩西嗰段嗰個時代嘅人，因為不順從就不得進去。咁唔係淨係希伯來書嘅作者咁樣用法㗎噃。加拉太書咧，我哋見係加拉太書第3章第8節。加拉太書第3章第8節，我哋一齊讀啊！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咦？亞伯拉罕都聽過福音喎。亞伯拉罕聽嘅福音係咩嚟噶？早已經傳福音俾亞伯拉罕啊！個內容係咩啊？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啊嘛！咁我呢句都係福音，係咪福音啊？係咪福音啊？跟住咧，保羅就解釋啦。16節，我哋一齊讀16節啦。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着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着一個人，就是基督。原來神應許亞伯拉罕要生一個兒子，而萬國要因佢嘅後裔得福，唔係講所有嘅兒子。所以亞伯拉罕搞錯咗咯，咁啊揾下甲同房，結果就生咗個以掃，生咗個以實瑪利出嚟啦。咁神啊，呢個唔係嘅，我唔係我應許要生嘅，撒拉生嗰個先算數噶嘛。萬代要因佢得福。咁然後保羅喺加拉太書就解釋啦，唔係眾子孫，淨係指著一個嘅咋，嗰個就係邊個咧？嗰個就係基督。咁當然亞伯拉罕佢當時對呢個福音嗰個理解就萬代因你嘅後裔得福，萬國因佢得福咧，佢個理解未曾好完整，有差錯。直至到生咗以撒出嚟之後，神就話係呢個啦。明年撒拉要生呢個先至係生咗之後，過咗10零年，以撒長大啦，神就話你將呢個獨生子你所愛呢個兒子獻俾我，一個信心嘅試煉。結果亞伯拉罕信心經過咁多年嘅試煉，佢而家肯信服，佢知啦，佢唔可以亂嚟啦。神叫我奉獻，我就奉獻啦。就喺呢個亞摩尼山上，將兒子擺上呢個柴堆上高，正要舉刀殺嘅時候，耶和華嘅使者顯現，我而家我知道你係信靠我，嗰一刻嘅先至能夠具體將因信稱義啊呢一個嘅美名啊實至名歸。以前都唔係嘅。起初神應許佢嘅時候咧，佢聖經都話亞伯拉罕嗰陣時叫做亞伯蘭啦，亞伯蘭信神，神就以此為稱他的義咧。嗰陣時不過係開始經過40年，到佢要奉獻以撒呢一刻，就實至名歸啦。咁所以咧，嗰個福音就係講到，基本上就係同我哋所聽嘅福音
係一樣，即係嗰個元素係一樣，不過表達嘅方式不同，明唔明啊？喺新約嘅時候，我哋有具體睇到耶穌基督啦，佢道成為肉身啦，咁我哋知道啦。但係亞伯拉罕嘅時候佢冇啊，不過咧亞伯拉罕都見過耶穌㗎噃，啊，知唔知啊？啊，你睇係啦，亞伯拉罕都見過耶穌。喺舊約時代，耶穌亦都用肉身人嘅形象去顯現。亞伯拉罕喺個帳篷外邊唞涼，咁有3個使者嚟，係嘛？咁佢就你喺度，我招呼你，咁啊又殺羊啊、煲湯啊等等嘅招呼啊。咁呢使者準備去滅所多瑪俄摩拉嘅啊。咁其中有一個咧，就稱為係耶和華。咁就同亞伯拉罕講說話。到喺約翰福音嘅時候咧，耶穌就自己講啦：亞伯拉罕都見過我，有冇印象呢個經文啊？冇啊？有冇人揾到啊？邊個揾到啊？第8章係咪？第8章最後嗰度啊，約翰福音第8章56節到59節啊，大家一齊讀啊。耶穌話：你哋嘅祖宗亞伯拉罕都見過我啦。見到我嗰陣時咧係好歡喜嘅，歡歡喜喜的仰望。呢個仰望翻得唔係幾好，好似耶穌喺天上咁，佢喺舉個望天見到，唔係啊。亞伯拉罕當時係見到我，佢好歡喜。咁因為聖經都形容佢撒拉喜笑啊嘛，即係嗰個喜笑咧有少少唔係幾順嘅笑啦。哇，幾廿歲，即係成100歲啊，仲生即係咩啊？廣東話講咩啊？老婆生豬係咪啊？咁佢哋喺度笑。咁其實呢度咧就係歡喜啦，生咗落嚟佢就好歡喜啦。咁猶太人就話：你都唔夠50歲，你講啲咁嘅嘢啊？即係當然，即係唔止啦。如果係亞伯拉罕嘅時代，距離耶穌嘅時代係嘛？最短都1000年前啦。咁佢不過即係佢話我睇你個樣50歲都未夠啊！咁竟然話見過亞伯拉罕，耶穌就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未曾有亞伯拉罕咧，就有了我啦。有了我呢個就 I am before Abraham I am 呢個詞係好神聖嘅，係咪啊？摩西 I am that I am who I am， 耶和華喺荊棘火中同摩西講嘅就係呢個名啦，耶和華 I am who I am。 所以呢個 I am 呢一個好神聖嘅名稱。當耶穌講到 I am 嘅時候， before Abraham I am，佢哋知道呢個係神嘅名號，所以點解佢哋要攞石頭掟佢咧？佢褻瀆神啊嘛！你話你自己係神，掟佢咯。咁耶穌咧就從殿裏出去躲藏。咁所以咧，福音舊約都有福音聽噶，不過嗰個嘅表達方式不同，但係個 essence 嗰個性質元素係一樣。嗰個元素就係講到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萬代要因佢得福，佢帶嚟救恩。對亞伯拉罕係咁樣講。好啦，繼續係講個安息啦，就安息。去到第8節，佢話：若果約書亞叫你哋享受到安息，因為係約書亞帶佢哋入到迦南嘅噃。嗱，摩西嘅時候咧，喺曠野佢哋冇安息啦，咁然後就摩西自己都要死喺呢個尼波山啦，喺約旦河嘅另一邊啦。咁好啦，到約書亞帶咗佢哋進入咗迦南啦。約書亞已經叫佢哋享受咗安息，即係話，既然進入迦南就係等於安息的話咧，咁啊約書亞咪將以色列民帶咗入迦南咯，咁佢哋咪已經得到安息咯。咁但係作者就話咧，冇約書亞如果係帶咗佢哋入迦南就等於享受到安息咧，咁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神就唔需要再講安息啦，係咪啊？因為你已經得到安息啦，點解仲要再講咧？咁啊，去到第9節就話咧，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個安息日的安息，係為神的子民存留嘅噃，係另一種安息，係叫做安息日的安息。
呢個句子裏邊用咗兩個安息呢個字，係安息日的安息。乜嘢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咧？嗱，又睇下你哋前文後理睇到啲乜嘢啦。第四節點講啊？第三、第四節點講啊？第三節就話，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功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嗱，呢度有一個嘅線索啦，就係同神嘅創造。然後第四節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嗰個係咪安息日的安息啊？嗰個就安息日的安息咯。六日創造，第七日安息啊嘛，嗰個就叫做神的安息啊嘛。嗰個係安息日的安息啦，即係一切嘢做好晒啦，第七日就安息。咁嗰個就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咁第九節就這樣看來，必有另一個安息日的安息，係為神的子民存留，為我哋留低一個咁樣嘅安息日。咁呢個安息日咧，就係我哋仲要去達到嘅噃，我哋仲未曾得到嘅。嗰個安息日係點嘅呢？第十節，因為那進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啊嘛。嗰種安息日的安息咧，就係歇了自己的工，做完晒啦。你做完未啊？啊，做完你嘅工未啊？所以你仲未曾進入那安息喎。啊，神就做咗啦，7日嘅喺6日嘅工作佢做完晒啦，第7日佢享受安息。但係有呢個咁嘅安息日咧，係為我哋去存留，留翻呢個時間俾我哋去進入嘅噃。11節，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唔係叫你找死啊！幾時先至得到呢個咁樣嘅安息啫？係咪啊？其實已經得咗噶嘛，主耶穌成了之後，我哋就得咗佢安息噶，我哋一路而家都安息緊噶，係咪啊？而家有冇啊？而家你有冇安息啊？能唔能夠享受到嗰種安息啊？啊，仲未得喎，係咪啊？仲有世上勞苦喎，幾時可以享受呢種安息啊？啟示錄14章，啟示錄14章13節，請一齊讀。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要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幾時得到呢種安息啊？在主裏邊死咧，息咗呢一切嘅勞苦啊！所以咧，作者話呢一個就係安息日的安息，為我哋存留嘅啊！要竭力進入那安息啊！你唔好學富士康嗰啲工人，工尚未成，我即去苦。你都未曾做好，你想去啊？所以你嗰個竭力進入那安息，就係你要好好地做工啊，做好咗你先至能夠入到嗰種安息。上帝6日做工啊嘛，你都未能做好，上帝做好佢就可以有嗰個安息日的安息。你唔知做好未啊？咁你都未做好，你點可以入到個安息咧？所以你哋要竭力進入那安息，即係話呢個係嗰個過程啊！你要做好晒神交俾你嘅工咧，你先能夠進入到神應許俾你嗰種嘅安息啊！啊，所以唔係叫你快啲死啊，係要叫你趁着還有今日啊！啊，還有今日，你就要聽他的話，去做你嘅工，神所交託俾你嘅工。我哋睇《使徒行傳》13章，《使徒行傳》13章36節，《使徒行傳》13章36節，請一齊讀。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係啦，大衛在世上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呢個墓碑如果寫咗你呢個名啊，某某人在世的時候啊，大衛呢個名咧改咗你嘅名，梁康文在世上的時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好冇啊？好冇啊？好啊！啊，如果墓碑能夠咁樣寫到，你係遵行咗神嘅旨意，完成咗你嘅功啦，就睡了啦，進入嗰個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你要竭力進入咧，就係唔係快啲了結，而係還有今日把握餘下嘅生命去做好你嘅工，咁你先至能夠進入安息日的安息，明唔明啊？啊，咁所以有摩西嗰種安息，嗰班人進唔到，約書亞帶佢哋入到迦南，都未曾真正得到安息。唯有我哋今日要追求嘅就係要進入神為我哋預備嘅嗰個安息日的安息。係呢個第三節咧，佢嗰個都喺英文，即係你個話咧，你進入安息就因為你相信我哋安息，佢唔同意思。咁呢個是進入係啊，現今today，你都可以進入到個安息，因為 because of 你相信。嗰個相信唔係淨係話信耶穌嗰咁簡單，就係神的話啊嘛。神的話就係整個神嗰個啟示裏邊嗰個信仰嘅內容，我哋有冇去照佢嘅話去行咯？即係如果淨係簡單我信咗耶穌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起點，一個基礎咯。咁但係要繼續遵行神嘅道啊嘛，完成你喺世上神交俾你嘅工作。因為我覺得咧，佢如果要講安息咧，都係同嗰個不順從有關係。佢因為如果不順從嘅，我都入去唔好學以前以色列人嗰啲咁樣樣，即係而且我話佢神係結業嗰啲休息係一個你稱係一個 completion of 佢嗰個 creation，嗰個嘅 perfection。sufficiency 即係已經足夠，佢完成咗佢，當完成咗嘢，佢已經完成咗，好似放嗰耶穌亦都完成咗要做嘅事嘅，嚟佢拯救。我只係需要嘅領受去 rest， 去依靠佢所完成咗個point。係話咧，你就要繼續去聽啦，即係到一個地步，佢哋唔想去持守啊嘛。咁所以咧，作者喺度就講到。你要一路持守，完成你嗰個嘅信心嘅路程，你先能夠真正進入個安息咯。解唔解到你個問題啊？即係頭先你所講嘅係嗰個 basic 嚟嘅，或者係一個信仰嘅起點嚟嘅，係每個人都需要有嘅。但係佢有咗個起點之後咧，就你要繼續喺信心嘅路上去行落去咯。咁你先能夠進入嗰個神為你預備嗰個安息。然後咧，去到第12節啦。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活潑有功效，意思就係話神嘅道咧係活嘅，唔係死嘅，唔係寫喺紙上或者刻喺石頭上，唔係嗰種死板板嘅。神嘅道係 living word，係一種有生命嘅咁解。神嘅道係有生命力嘅，係有功效嘅，係 active 嘅。唔係死板板或者係冇生命。咁佢係比一切兩刃的劍係更快。快嘅意思唔係快啊，係利鋒利咁解。比一切兩刃嘅劍係更加鋒利，甚至靈與魂、骨節同骨髓都能夠刺入剖開，連心中嘅思念同主意咧都能夠辨明。咁佢用到好鋒利嘅刀，有兩刃嘅，即係兩邊都利嘅刀咧，去形容上帝嘅話，能夠刺入人嘅靈同埋魂、骨節同骨髓。咁意思就係話神嘅道咧，神嘅說話咧，係可以成為我哋嘅責備又好，俾我哋明白自己又好。即係聖經亦都用到雅各書用咗一面鏡我哋聖經就好似一面鏡子，我哋對住個鏡咧，即係話咧，聖經係反映到我哋照落嘅時候，睇到我哋自己嘅本來的面目我哋嘅樣子有咩虧欠，有乜嘢不妥，係藉着神嘅說話將我哋自己去改正啦。咁呢度咧用咗把刀，讀到呢度咧，因為跟住下文咧
佢就用咗好多關於獻祭嘅事情嘅，所以有人去推測呢個作者咧，可能係一個祭司嚟嘅，因為佢講到好多會幕裏邊嘅獻祭嘅方法啊、過程啊等等。咁呢句說話點解俾我更加去想到呢個作者係一個祭司，或者起碼係一個利未人咧？因為佢喺獻祭嘅過程裏邊咧，佢需要去宰牛宰羊，係咪啊？將呢啲牛羊去切開一塊塊，然後擺喺個祭壇嗰度噶嘛。咁佢用到神嘅說話去形容啦，當日用呢個刀去解剖呢啲牛啊，切牛羊咧，切一塊塊，然後擺上個祭壇。咁我又想到一句成語叫做包丁解牛啊，聽過呢個？庖丁定包丁啦吓？庖丁係嘛？庖丁即係一個廚師去劏牛啊。咁呢個記載喺莊子裏邊嘅，呢個文衛軍嗰個廚師咁佢話以前咧，我劏牛咧，一個禮拜換，一個月就要換一把刀。後來咧，慢慢咧熟習咗咧，就1年先換一把刀。咁而家咧，我都做咗13年，呢把刀都未換過。點解咧？因為最初咧，我就係咁斬崩刀，係咁斬落去。但係後來咧，就知道邊度有啲關節嘅地方咁佢就唔喺嗰啲骨頭嗰度斬落去，就喺嗰啲關節嗰度咧，就係整過去。咁到而家咧，經過咁多年嘅經驗咧，呢隻牛或者呢隻羊擺喺我面前咧，我眯埋眼都知道邊度有關節，邊度係可以喺嗰度就整過去，從來唔會跌到啲骨頭。所以呢把刀就用咗咁多年啦。咁呢個就係庖丁解牛，游刃有餘啦。即係嗰把刃嗰把刀喺度咧，係可以喺嗰啲罅嗰度冚唪唥經過晒。咁你屋企劏雞斬雞翼你會唔會喺嗰個關節嗰度咧撩一撩你就切到啦？係咪？你就斬落去咁啊，斬崩刀啦。咁佢就形容到呢個咧，就係神嘅道咧，能夠穿透晒你，佢喺裏邊好自由咁樣經過晒啦。呢個神嘅說話，佢能夠去連我哋心中嘅思念主意都能夠辨明，並且被造嘅冇一樣喺佢面前係不顯現。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係赤露敞開，一切都你冇嘢可以隱藏你邊度可以隱藏呢？神冚唪唥都知道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呢句說話咧，呢個關係呢個字係一個特別嘅術語嚟嘅，係一個記賬賬目呢個有關係，即係話咧，佢係會係呢個主咧係要同我哋算賬咁解。嗰位將來會同我哋算賬嘅主嘅眼前係會赤露敞開嘅用咗一個賬，呢個係一個賬簿，呢個賬目嘅一個特別嘅術語嚟嘅，即係話咧一個會計嘅術語，我哋要向佢交賬。有英文嘅聖經嘅翻譯咧，就話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 係嘛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 我哋將來要將個賬簿交俾主，佢要睇嘅我哋要向佢交賬，都係赤露敞開嘅，唔會有兩個賬簿嘅一個賬簿係你自己收埋嘅，另一個賬簿係交出去嘅，唔會噶赤露敞開嘅將來我哋要向主交賬。